啊，兄弟创啥？我姐我找头路啊，咱头一季的迄个全家有智慧结束啊，趁这个时阵吼。等下，你讲啥？咱头一季的全家有智慧结束啊。第一季的要结束啊？对啊。第一季要结束啊？我死啊嘛！现在结束嘞？伊就讲伊的时间到做完啊。第一季要结束啊？但是你免烦恼，阮第二季要出来啊啦！有第二季？有啊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啊，你唔知影吗？哦，全新的，他们会拢全新的，布景全新的，布景新的，咱的制服嘛是全新的，制服也新的。听讲朱麒麟，你嘛是全新的。想要谈恋爱的制服是倒一种？空中小姐，华语叫做穿山甲，伊的台语叫做啥？爸爸就甲我讲，这就是恁妈妈。伊的台语请问叫做啥？请手答。哎呦，老师是不是三文鱼？甲你算掉。我靠，想想，空心菜啊！台南市，台南市，确定？好，咱来看一下，台南市对唔对？伊绝对是三乌白青。好，来，真正确定是三乌白青。你就是上讨厌直直甲问，甲人讲心意。心意就是对啊。